哎，没有办法看影片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私人影片哦，要先登录哦，怎么变这样了？变了，可能后来也产生变化了。你看了，搜寻了这么多了，找了这么多了，这里啊，就是看这一部影片的那个截图了。穿西装应该是政府的首长，所以说是可能是台南市的市长，当时叫市尹林林品觉，土字旁的觉内林品，所以用那个荧幕截图的那用谷歌镜头来谷歌智慧镜头来辨识看看，结果找不到，要网络搜寻用 Google 智慧机器。